镜头转来看国内宜兰县政府回台去进驻设置研发中心，地科管理局回函表示，经过评估，有符合宜兰科学园区的产业引进原则。宜兰县府嘛继续积极来甲回答联络。不过部分已经伫咧议科的厂商是认为，应该好好来整合资源，才会当甲回答做伙带动发展。 宜兰科学园区未少新的厂房的时间，不过用的土地也是未少。这东部唯一的科学园区过去因为建筑厂商少，被批评的翅膀啊，经过真侪年招商才有起来，不过也是欠有名大公司进驻带动发展。环境嘛，交通也有高铁的交通嘛，最重要是地利之便，就直过边边啊。 回答执行长黄金芬5月来台湾，希望透露伫个台北附近设研发中心。宜兰地远期会提案认为，宜兰地台北近有地缘优势，环境好，未来高铁通车拥有近8亿之间的距离，而且伊可也有大量土地，望清楚回答研发中心进驻。经过竹科管理局的一个回应，我们辉达的这一个研发中心呢，有符合宜兰科学园区管理局里面的这些经营的一些项目。 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最近函复宜兰县政府表示，政府的回答研发中心经过评估符合宜兰科学园区产业引进原则。县政府表示主动联络回答，全力争取。这么园区已出租的土地有33.82公顷，出租率只有34.95%，不到5成。业者进驻意愿不悬，这么交通部方便甲东部地动真济，拢被认为是原因。他能主动用他的研发能量，可以释出一些模组，不论是课程或时数，可以让这边的学术单位或是一些中小企业愿意整合的厂商，他们能够使用这个资源做导入。部分已经进驻的厂商认为，当然乐见回答进驻，不过除了研发，也应该做好在地整合，比如释出资源，将在地厂商导入，或者是将技术资源导入校园，培养宜兰科技人才，才能创造更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